預備起步。一起步嗰陣啊，應聲彈出嘅歡騰咧，相當之快㗎，喺個入邊仲有我來贏喎嚇。大愛蘭原居民就採取跟前啲嘅戰略嚇，反而入邊仲有嗰隻咧就係隻實業家嚟嘅。中檔仲有咧就紐西蘭馬嘅消息啊，消息隔離嗰隻電子麒麟今次跟得好前嘅位置喎，最後啲灰馬咧就係隻慈匯集。外邊就勝利名居，勝利名居跟住入邊嘅醒目掃描，入邊啊我來贏褪咗喺後邊。再後啲啊仲有見到咧嗰隻就係奔騰嚟嘅，奔騰再後啲就雞尾酒包晒大尾嗰隻就係天目嚟嘅，距離頭馬有冇10個馬位左右啦。轉緊第一個彎嗰陣放頭咧，而家見咗歡騰嘅放頭咁慢步速嚟放喎嚇，跟住第二位上到嚟咧就係簡明池另外嗰隻實業家㗎，實業家再後少少見到外欄嘅就係馬王原居民，原居民跟住入邊咧就係消息，消息跟住個零馬位之後咧就見到嗰隻勝利名區嚟，勝利名區跟住入邊呢嗰隻係掌門，掌門後邊咧就見到姚本輝馬房嗰隻電子麒麟啊，電子麒麟跟住有幾隻馬拍住嘅，分別就係醒目掃描啦，慈匯集就褪緊，再後少少咧就見到嗰隻就係我來贏嚟㗎嚇。我來人再後啲啊，見到奔騰今次留頭鬥後喎，尾二嗰隻咧就見到嗰隻雞尾酒包晒大尾咧，就隻天目嚟，佢哋頭馬依然仲係10個馬位左右嘅啫。好啦，到對面直路約莫差唔多就嚟轉彎嘅時候啦嚇，放頭依然仲係歡騰嘅，歡騰相當之輕鬆啊，嚟到第二位嗰隻咧就係隻實業家嚟㗎。嚟到第三位咧就見到慢慢上緊嗰隻咧就係隻消息同埋外邊嘅原居民啊，跟住再後啲個零馬位之後就係勝利名區。勝利名區再後啲咧就見到嗰隻掌門咧，攝下就上緊嚟啦喎，咁再後啲仲有隻電子麒麟，電子麒麟外邊啊仲有隻慈匯集啊，慈匯集入邊就我來贏，中間醒目掃描，再後啲就見到奔騰啊，抄出外邊啊，嗱雞尾酒啊預備拉出外欄啊，包晒大尾依然呢就仲係隻天目㗎。好啦，轉正彎入直路嗰陣啦，簡冰池一對馬喺晒前面啊，實業家鬥歡騰，嗱外邊原居民而家喳喳聲咗上嚟，大愛蘭仲有勝利名區，雞尾酒喺外邊而家先展開衝刺，會唔會遲啲啊？前面實業家都係越跑越有，外邊嘅雞尾酒而家先衝上嚟，中檔仲有原居民嘅實力家依然係領先少少，睇下香港可唔可以贏啊？但係入邊嗰隻衝得好勁啊，嗰隻就係掌門啊，雞尾酒喺大愛蘭而家一齊展開衝刺，掌門同埋實業家一齊衝個終點，大愛蘭仲有雞尾酒三隻一齊衝個終點，相當之接近啊，要影相啊，分別就係掌門、實業家同埋雞尾酒嘅。好接近，好接近。叮當碼頭，外欄嘅掌門，中檔嘅實業家，大外欄嘅雞尾酒，好接近嘅呢場賽事嚇。睇一個慢鏡頭，中檔嘅實業家，但入邊嘅掌門衝得好勁，嗱外邊嘅雞尾酒追緊上嚟，睇下終點嗰步點樣啦。叮當碼頭嘅，好接近，好接近嚇，跑少一步。